點兒，吃飽了帶你去透透風。你是谁？他叫黑。等一下，让我猜猜，你是芈月，是也不是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看你的打扮，不是宫女。去年宫里新来的就只有王后和她的3个应氏。我听说景氏和孟昭氏都不喜骑射，那麼獨自一人來馬廄的，自然只有芈月啦。既然你猜着了，那也讓我猜猜閣下是誰。剛進宮時，宮中的嬪妃拜會王後，那些嬪妃該見的我都見了。你的打扮也不像是宮女。我記得有人跟我說過，大王有一位善騎的小女，那就應該是你了，大公主。你好聰明，以後你叫我夢瑩就好。你真是個爽快人，直爽人碰上爽快人，我們倆一定可以聊得來。走，騎馬去，走。碰上我你可真幸運。為什麼？因為在這宮裡，除了我以外，你是騎馬騎得最好的女子。若沒有我，你得多孤獨。哎，你從小就愛騎馬嗎？從我3歲的時候，我父王就開始帶我騎馬了。我覺得我父王是這世間最英雄的君王，總有一日，我父王會成為秦國擴張疆域最廣的君王。也許吧。你覺得我父王如何？啊？我父王，我很敬重他。敬重？難道只是敬重？難道你就不想成為我父王的女人？難道你不認為我父王是個大英雄嗎？聰明秀出謂之英，膽力過人謂之雄，但這些只是可敬不可近。何況我心裡已經有人了。誰呀？是秦國人嗎？他是楚國人，我們曾經相約要共度一生的。眼下我留在後宮，也是因為他。大王，楚國接連幾次派使者前來咸陽，討要商於600里之地，說是大王當年郢都求婚之際曾有承諾，但是都遭到大王拒絕。楚王因此懷恨在心，眼下楚國與齊國已經結盟，似有向我大秦動兵的跡象。看看，這個楚王氣量太小，寡人一句酒後之言，他還當真了，索討不休，還想拉着別人動手，打上門來。齊楚若是聯手，我大秦即使舉傾國之力，只怕也難以應付啊！司馬將軍，你何苦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人威風呢？甘大夫所言極是，我看不如就此機會教訓一下楚國。大王，臣願意帶兵出征。大王，自商君變法，我秦國雖然國力大增，但畢竟底子單薄。這些年與魏、趙、義、渠等國連年交戰，壯丁皆服兵役，耕地荒蕪。儘管得到一些割地賠款，但收不抵支，都是靠秘密派出商賈向楚國和巴蜀等地購買糧食，才得以維持不鬧饑荒。臣以為，秦國暫時不該再戰，要養息休生一陣。若是他們打到家門口呢？是啊，楚離子，兩害相較取其輕，我看這仗只好打了。誰說這仗就只好打了啊？大良造，你太愛動武了。張儀，怎麼又是你來譁眾取寵啊？我怎麼譁眾取寵啊？大家都知道，大王剛剛娶了楚王的妹妹，秦楚兩國新婚燕爾。啊，你說翻臉就翻臉，一點大國的風範都沒有，不得遭到眾國恥笑嗎？難道張子想將我大秦國土拱手相讓？那倒不是，
大王得知道，這世上除了兵刃相見以外，還有一樣東西更管用。那是何物？心智。以智取勝，強過100萬雄兵。大王，這張儀所說的心智，不過就是摇唇鼓舌而已。好，張儀，既然你慣以驚世駭俗之語嚇人，我且問你，如果我今日大秦不出兵，你有什麼辦法制止齊楚聯合攻秦？我當然有。寡人願聞其詳。若大王恩准，我張儀願只身前往楚國，拆散齊楚之盟，讓楚國獨木難支，不得不罷兵，如何？張子是說，你願出使楚國，不用寡人給楚王1寸土地，就可以讓楚國罷兵？哎，大王，土地可以不給，我出遠門總得帶上些盤纏，你得給點錢啊！你不能太吝嗇了吧？大王，您可得當心吶！有人爱財如命，萬一此人騙取了大王的錢財，腳底抹油，一走了之，不見蹤影的話，我們向何處去尋找此人呢？啊！你的心可真大呀，大良造！如果你真的斷定今日張儀是誇下海口，那你我何不打個賭呢？啊，誰輸了，誰就當着眾臣的面，扒光了衣裳，一絲不掛的在大王的宣誓殿上跪爬3圈，敢不敢？好，張儀，賭就賭。好，大家都聽到了。張子，大王也聽到了。你願意給我們作證嗎？司馬錯將軍為我作證，甘茂將軍也在，還有大監，夠了，還有大監。既然張子有此膽量，寡人就讓你去試試。明日我起身，您就等着微臣的好消息吧。好，王后果然別具慧眼。這交房殿經過你的手，顯得雍容典雅，面目一新。大王謬讚，臣妾不敢過於奢華，用的大多都是臣妾的陪嫁。這新添的陳設，顏色上多了一些繽紛，材質上用的都是楚國的綢緞絹絲而已。甚好。秦人向來崇尚簡樸素雅，但有時難免刻板乏味。寡人娶了楚國公主，寡人的後宮也有了楚國山水的旖旎絢爛。既然交房殿已經整修完畢，王後也搬進來住了，不妨叫上宮裡的嬪妃們一起到這裡熱鬧熱鬧。